其實背叛唔見得係壞事。假如你出身貧寒咧，就要盡早背叛你嘅原生家庭。你阿爺阿嫲、你阿爸阿媽窮咩？意味住咧，佢哋做嘅好多決定都係錯嘅。佢哋俾你嘅建議係不可取。窮人嘅經驗就係毒藥。佢哋教你保守，你會不思進取；佢哋教你貪心，你會損人利己。你第一個要挑戰嘅就係父母嘅認知，對唔住佢哋先有機會對得住自己。你一個獨立嘅個體，唔係你父母嘅續集。想擺脫貧困就唔好諗住去取悅佢哋，你冇辦法嘅，亦冇必要評論佢哋嘅感受。相信自己嘅認知，想做乜就做乜，該得罪阿爸阿媽就得罪阿爸阿媽。有句古話係咁講嘅：冇藥嘅出雙架，富強嘅做侍郎，俗望嘅留言席，家貧嘅走他鄉。意思即係話，父母冇背景就從商，父母有實力就從政，家族有威望留喺本地，家境貧寒就出去做世界。既然屋企乜都冇，你就快啲走，越早背叛越好，走得越遠越好。好多出身貧寒嘅名人咧，就係原生家庭嘅叛徒，只有叛徒先會質疑父母，挑戰家族權威。自細循規蹈矩、溫順聽話嘅人，往往唔會有自我意識嘅，唔會獨立思考。佢嘅個性同野心咧，都俾貧窮嘅家庭馴服咗。有人話窮不過三代，你真係以為三代之後就唔會再窮？事實上，以而家嘅消費壓力，窮人三代之後，好可能香火都滅埋。我一直信一句話：窮人唔亂嚟，一世都係窮人；富人唔亂嚟，一世都係富人。第二個你應該背叛嘅就係你份工，拖住你唔可以財富自由嘅，就係你每個月收到嘅工資。職場講求嘅係摸魚啊嘛，你 hea 我又 hea。同事群裏面討論緊邊個明星離咗婚，中午食飯一齊煲劇一齊打機。你嘅野心、你嘅衝勁、你對生活嘅熱情，將會隨波逐流咁慢慢冇。如果辦公室吃得開，你就要接受職場嘅精神鴉片，同流合污，同大家一齊 hea，漫無目的咁消磨時間。打工狗最享受嘅就係日復一日嘅穩定，殊不知呢個快速迭代嘅時代，最唔穩定嘅就係穩定本身。相反，創業者明白變化先係不變，佢哋敢於直面風險，樂於去擁抱機遇。佢哋知道每一次危機都可能係彎道超車嘅機會。佢哋冇上落班時間，深夜加班唔會感覺疲倦，反而係夢想更進一步嘅興奮。佢哋惜時如金，用咗每一分每一秒每一日，用汗水譜寫人生，用智慧改變命運。接落嚟你要背叛朋友，低價值嘅朋友。你嘅時間喺一次又一次毫無意義嘅聚會裏面浪費晒。酒局傾嘅唔係虛無縹緲嘅宏大藍圖，就係毫無營養嘅互相吹捧。一晚落嚟，你享受咗短暫嘅熱鬧，走上之後仲係原地踏步，有一啲進步都冇。佢哋憤世嫉俗嘅態度，消極慵懶嘅人生觀，逐步蠶食咗你嘅上進心。無效社交冇帶俾你新嘅認知思維嘅拓展，只係消耗咗你嘅精力，吞噬咗你嘅時間。時間幾寶貴啊！邊個有資格蹉跎歲月？為乜啲有錢人好多睇落都冷酷無情？係因為佢哋識得取捨，識得背叛低價值朋友。一旦跌入到社交黑道，就及時止損，將時間精力要翻嚟，投入翻喺自我提升上面，到有價值嘅關係建設上面。最後請你背叛，唔可以提升自己嘅興趣愛好，攞返釣魚去打機，可以幫你擺脫貧困咩？你而家享受嘅快樂係之前努力嘅成果，定係對未來幾十年痛苦嘅投資？人同人得一樣嘢係絕對平等嘅，就係時間。你一日24個鐘，馬斯克一日都係24個鐘。時間嘅種子喺邊度散播，就喺邊度收穫。你沉迷嘅及時行樂係消耗緊未來嘅可能性。一個成功嘅人必然係一個自律嘅人，佢哋會主動培養優質嘅愛好，忍受前期嘅枯燥，係為咗獲取厚積薄發嘅大結果。當你習慣性去逃避現實，講住生活太攰，輕鬆一下啦。呢啲時候咧，人哋已經喺健身房揮灑汗水，雕刻身體同意志，人哋已經喺度讀書，喺度學習，提升緊認知，迭代自己。知識結構嘅每一次突破都會拓展人生嘅可能。呢啲愛好唔一定即刻帶到錢俾你，但肯定可以提升你嘅底氣。面對生活嘅不確定，面對中年危機，面對職場焦慮，背叛乜嘢都得，千祈唔好背叛自己。你嘅父母、你嘅家族、你關愛嘅身邊人都會因為你嘅背叛獲得更大嘅安全感。加油 bro， 邦哥一直撐你。